来关心国际新闻，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针对台美关系部分内容，本地写讲未支持台湾独立，即马把一寡字摕掉，改做希望两方用无压迫，而且是人民会当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另外，美国伫咧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部分，这用词嘛变搁较坚定。 美国国务院13更新伫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况内容，宣布美国无支持台独这问题，新增加其他两方分歧应以无相协迫，两方人民都会使接受方式来解决。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语气更加强，也伫美中关系简介页面改用强硬的讲法，批评中国操纵颠覆国际组织。文字内容正面有我，反映台美紧密友好的伙伴关系。 外交部长林佳龙欢迎相关内容，展现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与正面立场。不过，美国总统川普掀起关税贸易战，也点名台湾抢走美国晶片生理。总统也强调，这是才揭示台美关系新方向，会扩大对美投资。北京官方网站随即甲台湾讲要扩大投资，直接列入川普这礼拜政绩内底。 他是会想要把台湾的问题跟美中关系之间的互动做一个 脱离，你北京都会要求我美国讲一些你北京想听的话，不一定是符合美国本身的一个既定的政策。学者认为，美方态度永远伫有春秋的无清楚空间一种政策大格局之下，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无改变。因为川普上任了后，头一摆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议15发出联合声明，国在讲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，并且新增加支持台湾有意义国际参与的讲法。咱外交部表达感谢，国防部更加证实，加拿大孙洪南、渥太华号16通过台海。 加拿大巡防舰一艘今天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，通过海峡期间，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，适切应处。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不断，加拿大南挺通过台海时阵，国防部也掌握到共军16载起派出战机甲无人机24架次，其中18架次超越海峡中线，进入咱北部、中部甲西南空域，配合中共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，今年已经总共实施过7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